喺我行醫生涯入邊最常見嘅慢性疾病咧，主要就係高血壓啦、糖尿病啦，同埋高脂血症嘅。好，喺過去人們一直都認為咧，呢三種病都係出現喺50、60歲人身上嘅。隨住社會嘅發展咧，呢三種疾病咧出現嘅時間咧已經係年輕化咗噶啦。最早嘅咧已經係可以喺30零歲嘅時候已經出現。因為係無意中發現，病患係冇任何不適或者任何症狀出現嘅。病患會覺得我明明係冇咩唔舒服，又冇咩症狀，點解醫生係都話我有病呢？係都話要醫。喺血壓高早期嘅時候呢，好大一部分嘅病人係唔會覺得有任何不適嘅，唔會覺得有頭痛、頭暈啊。亦都唔會覺得有唔舒適嘅感覺，但係咁唔代表血壓係唔高嘅。對於血壓高，除咗藥物治療之外咧，喺非藥物治療咧有兩方面嘅，一個就係控鹽啦，喺日常生活中咧飲食減少嗰個鹽分嘅吸收，以控制呢個水鈉儲留。第二個咧就係運動啦，佢長期堅持運動。喺呢兩方面咧，佢堅持1年以上咧，基本上就會將血壓減低咗10度以上嘅。